邊個會諗得到700幾萬人嘅香港，竟然擊敗咗14億人口嘅印度，世界排名第153，打贏第127。2025年6月10號晚黑，2027亞洲盃附加賽 C 組第3輪，香港坐鎮啟德體育園主場館迎戰印度隊。下半場補時第5分鐘，港隊獲得一次點球機會，彭利娜主罰點球命中，香港1-0絕殺印度。時隔15年再贏印度，積4分，升至 C 組第2名。喺足球嘅世界裏面，人多本來應該係選拔人才最巨大嘅優勢，偏偏印度就成咗反面教材。睇落去好似好多人，實際上連選11個識踢波嘅球員出嚟都好難。擁有10幾億人嘅印度男子足球隊，世界排名曾經跌到落第173嘅。如果話佢哋係亞洲魚腩啊，其實一啲都唔過分啊！大家好，我係金仔，今日我哋就嚟講下點解印度嘅足球會淪落到今時今日呢種地步。睇片之前請點讚、訂閱、建設性留言，多謝大家。作為英國曾經嘅殖民地，印度嘅杜蘭德杯創立於1888年，係亞洲最早舉辦嘅足球賽事。而印度男足都曾經橫掃亞洲，喺1956年奧運會男足項目獲得第4名，之後又喺1962年亞運會獲得男足金牌。本來咧順風順水嘅印度足球咧，點解會突然陷入停滯呢？開局4條煙都會輸嘅。各位觀眾，4條煙。原來喺1950年嘅世界盃預選賽，印度隊本來已經打入決賽圈，但由於當年嘅國際足聯出台咗一項新嘅規定，參加正式比賽嘅球員必須要着鞋。而印度隊內大部分嘅球員都係習慣赤腳踢波，佢哋集體反對國際足聯呢條新規，最後更加決定退賽。咁樣一搞咧，就直接激嬲咗國際足聯，佢哋決定禁止印度參加1954年嘅世界盃預選賽。收到禁賽令之後咧，印度足聯直接宣布無限期退出世界盃嘅比賽。由於長期同世界脫鈎，閉關鎖國，當1962年亞運會獲得金牌嘅印度黃金一代退役之後，印度嘅足球就停止咗向前發展嘅步伐。嚟到呢度，相信大家都知道脫鈎帶嚟嘅後果有幾嚴重。成日話唔怕脫鈎嗰啲人，佢哋梗係唔怕啦，因為影響唔到佢哋。要落場踢波嘅又唔係印度足聯，係咪先？去到1986年啊，印度足聯先決定重新參加世界盃預選賽。可惜到咗呢個時候，印度足球喺世界上已經遠遠落後。咁與此同時啦，印度旁邊嘅一個大國啦，佢哋嘅足球隊咧正喺度橫掃亞洲㗎，可以輕鬆啦擊敗日本，可以打贏伊朗、沙特、韓國等今時今日嘅足球強國。大家都知佢哋咩料啦。雖然嚟到今日啦，佢哋同印度咧已經成為難兄難弟，但係當年咧都威過下嘅。時間嚟到1997年。印度先開始有足球聯賽，再去2006年先有職業足球聯賽 NFL。然而 NFL 嘅營運效果好差，足球喺印度人氣依舊低迷。於是 NFL 喺06到07季結束之後宣告終結，印度足協轉而推出全新嘅 IFL。但係 IFL 依舊無法改變印度足球低迷嘅情況，因此喺2013年誕生咗鼓勵同歐洲俱樂部合作嘅 ISL， 亦即係印度超級聯賽。ISL 同 IFL 兩個聯賽各自獨立運營，印度足球同時存在兩個唔同體系嘅聯賽。ISL 開始嘅時候非常威水，迪比亞路、阿內卡、查斯古特、皮里斯、龍格堡、里奧費迪南、貝碧托夫等一班過氣球星登陸印超聯賽，即時帶動咗好多人關注印度足球。然而 ISL 只係注重商業運營，依賴明星球員嘅加盟，的確提高咗印度足球嘅熱度，但青訓方面依舊冇改善，印度足球嘅發展基礎並未提升。嚟到2019年，亞足聯正式承認 ISL 為印度足球頂級職業聯賽，而更早嘅 IFL 則成為第2級別職業聯賽。然而多年嚟，由於兩個聯賽體系之間嘅競爭，造成原本就唔多嘅足球資源被分散，球員嘅選拔培養體系十分混亂。呢種混亂嘅局面對成個國家嘅足球發展帶嚟啲乜嘢後果？睇下6月5號印度隔離嗰個大國嗰場比賽嘅結果就知啦。印度足球雖然發展早，但由於經濟同社會制度等問題，足球喺國內始終十分落後。專業足球場數量稀少，訓練設施都極為簡陋。青訓方面，
印度到依家都未能建立起一套完善嘅培養體系，缺乏專業嘅選拔與訓練方法。總括嚟講，冇良好嘅足球氛圍，缺乏專業嘅訓練方式，自然難以培養高水準嘅足球人才，更加唔好話出現足球經濟。所以就算印度進入職業聯賽時代，但係始終冇辦法培養足球人才。成立於1937年嘅印度足球聯合會，喺印度足球嘅發展上扮演住重要嘅決策角色。然而，由於一系列決策缺乏專業性同埋長遠規劃，又有各種腐敗醜聞接連發生，導致印度足球始終喺度兜圈，搞到今時今日呢一種地步 ，AI 可能都幫唔到佢哋。如果印度足球真係要改變現狀，需要從多方面進行深刻變革，先至有可能解決咁複雜嘅問題。例如自己唔識就揾啲專業嘅人士嚟管理，加大基礎設施嘅建設同青訓投入，透過營運宣傳轉變對足球運動嘅社會觀念，進一步完善職業聯賽體系。當越嚟越多嘅細路有足球夢嘅時候，屋企人又願意俾佢哋踏上真正職業足球道路嘅話，相信到時候係可以從14億人入邊挑選出識踢波嗰11個嘅。本期影片先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你試下美斯喺香港出世啊，喺屋企咬人腳趾咋？